再来看传统的竹编的机架，在嘉义溪口乡仑围村有一个庄头号做天下庄，英国专门出产人绳、竹拿一挂竹仔做的艺术品。迄当时规庄就超过12间竹仔品的工厂。不过对着社会的改变，这项产业是豆豆的稀微。即阵天下庄的村民是成立竹编的发展协会，希望竹编这项艺术会使有新的创意继续传。 老师傅用火钳甲竹仔挖过，把握时间凹出要爱的形体。嘉义县溪口乡的天下竹编发展协会，有竹编的人啊，毛竹仔做的家具，完全拢爱靠手工豆豆来做。啊，无你拗起来一定破坏啊，迄过程啊，你就是看什么所在。啊，你若像即款，就是讲要挖落桥，还是要挖落地。 嘉义县溪口乡的天下庄，过去全庄有超过12间的竹编工厂。迄当阵农业、渔业、生活拢会用到竹编，而且家人家达，阁是迄当阵需求上侪的物件。天下庄所有的迄个经济来源，都靠家人家达开始的。嘿，啊，家人家达，因为时代在进步嘛，家人家达最后还是被淘汰。 为着要改变社会对传统竹编的印象，协会开始甲竹编的技术甲生活的物件合作伙，而且举办展览，希望让大家看到传统竹编的进步。协会是把咱上好的这个产品呈现在各位大众面前，把大家更加去了解、认识咱这个竹编传统工艺的这个传承。竿仔、椅啊、卡网、帽啊，拢是用竹仔做的。天下庄传统的竹编功夫，毋但是用伫咧制作过去农业、渔业的工具，嘛开始成为建筑甲个人的一种风格。 协会表示，爱进行这个产业需要久长的时间，嘛希望因的改变会当吸引到更较侪的人做伙投入，让这项技术中国成为地方的代表文化。记者刘慧婷，嘉义报道。